嘉义市政府站伫文化公园举办母语学习成果展，学生囡仔以台语、客语，佮有各种关注面的语言来表演。这项活动唔但刺激囡仔讲母语，嘛鼓励家长做伙建立讲母语的环境。痛苦，逐工干来当食饭、配菜脯、冷汤白菜咯。国小的囡仔伫舞台顶精彩踏水鼓，台下的观众紧紧看，真足听。嘉义市23号暗时伫文化公园举办母语教学成果展。咱是2020吼，咱讲母语手牵手，咱这意思是讲吼，咱无共族群的，咱做伙爱团结手牵手，所以咱愈讲咱的母语，咱台湾会愈团结。我感觉有互即摆囡仔有一个讲台语的机会，是真正足好的，啊，可以当互因表演。这摆成果展主办单位邀请家己有咧推广母语的学校，大家做好用无同的表演方式来展现母语学习的成果。就是一个宋苗生啊，较接到足侪足奇怪的问题啊，爱去解决啊，爱用一种较流行个一种较无人会晓的物件啊，讲出来，互大家知影。来参加活动的嘉义市母语文化教育协会就表示，讲母语的环境甲习惯需要家长甲学校做伙来打造。咱因为有通我讲母语，咱会当接受到愈侪有趣味的故事。咱伫厝内会当甲阿公阿嬷讲母语，我感觉因为会当重视母语，咱会当甲世界来甲足侪人做伙来交流。成果展除了台语，还有原住民族语甲客语的演出。申办单位嘉义市本土语言辅导团表示，语言甲文化的关联真密切。这个展览唔但想要刺激囡仔学语言的兴趣，更希望鼓励家长共同建立讲母语的环境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